Hello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我 Hunter，開始今晚嘅分享。依家我嘅倉位美股部分呢係124%因為尋晚其實又升咗嘅，因為尋晚我係有加關注嗰個軟件巨頭，佢都升咗嘅，所以講比之前晚又升咗90日有200%幾吧。呢個收益都算 OK 啦。然之後跟住落嚟，我會點部署呢個倉位呢？美股、港股點部署？咁依家我先講下我之前講過嘅，係咪先？我將股票分為幾大類嘛。一個係純納指嘅，因為你炒股票肯定要睇納指嘅，納指係全世界最好嘅公司都喺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嘅，所以納指好重要嘅。純納指咁逆納指呢個逆嘅程度唔係咁高，有少少關聯。咁又有逆納指呢種係一種老科技股。咁其實呢，我哋最主要係應該係講做呢兩種嘛。咁最近呢，其實低位嘅平台公司即係唔係講一定係講話似騰訊嗰種公司，即係講有啲係大平台公司嘅好差嘅。咁其實今日係升呢種嘅。咁我之前講過嘅呢種股票就當佢係超賣補漲先。你做嘅話就首先做短線為主嘅，係咪先？唔係講特指騰訊喎，仲有嗰種即係快手嗰種嘛，都係一樣嘅，就先做短線先咯。咁但係依家可能呢個情況同之前又唔係咁同，又唔一樣嘅，因為依家係反彈嘅力度會大好多啊嘛，因為高位嗰啲呢種公司佢已經升得太高啦，係咪先？半導體主線嘅信力嘅升得太多啦，咁低位嗰啲依家又係升緊。咁之前我咪講過美元指數恐慌指數呢都係有插水嘅，所以講股市係相對嚟講係唔差嘅，咁資金肯定做翻啲科技股啦，係咪先？佢唔去高位嘅，佢先去低位嘅。咁其實從嗰個期權嗰個合約嗰啲異動嚟睇嘅話，好多都係入咗嗰啲低位科技股嘅，仲有低位嗰啲新經濟嗰啲似泡泡瑪特嗰啲都係有期權異動嘅，所以呢個持續性可能會比之前會好啲嘅，比之前定位嘅嗰啲好啲嘅。咁首先所以講先做短炒，但係呢個短炒嘅話又可以再睇長少少嘅，係再睇長少少。咁其實我即係講我之前我部署咗呢種軟件股嘛，傳統科技股、超賣科技股，部署咗呢種，無論係美股定係港股我都有嘅。咁之後呢，即係跟住落嚟呢，可能會補呢個倉位咯，因為呢個其實同呢個係對立噶嘛。佢硬件股佢除咗呢個，仲有光通訊嘛，光通訊都要成啲倉位嘅。呢個就係我嘅基本嘅預案咯。點解我會依家我會睇好光通訊呢？光通訊即係講之前，即係講最近黃仁勳同個邁威爾嗰個 CEO 邁威爾科技嘛，美股嗰個光通訊嗰個嘛，即係一齊同台即係交流嘛，講即係信力嘅未來嘛， AI 嘅未來，即係連接係好重要嘅。依家係用銅噶嘛，銅纜用銅纜主要係用銅纜。咁跟住呢就可能用到光纖嘛，咁光纖同埋銅纜其實係並存噶嘛，照黃仁勳嚟講。咁所以講先用銅纜再用光纜，但係銅嘅話依然係主流，光嘅話光通訊嘅話係未來。
依家有一種跡象係產業係大規模發展嘅，所以呢個係比較值得我哋關注嘅。所以光通訊嘅話，你股性嚟講，佢同半導體同信力係差唔多嘅，可能佢會即係慢半拍咯，慢少少，但係都係主流嘅。所以講光通訊值得關注。咁光通訊呢，依家我睇嗰啲個股嘅話，唔係講所有光通訊嘅個公司都可以關注嘅。馬威爾科技呢個應該係最好嘅，M 開頭即係麥威爾嘛。麥威爾呢個如果係中意睇美股嘅話，可以睇呢個係尋晚係升咗10幾個 percent 嘛。咁依家盤前佢又升咗20幾個 percent，咁佢應該係會跳出呢個如果今晚又升咗20幾個 percent 嘅話，會跳上呢個上升通道，再上一層樓。所以呢種嘅話，你係要關注光通訊嘅話，呢大公司先關注先，嗰啲細嗰啲應該調整，因為同喺個幾十年嚟睇，暫時嚟講唔係咁好唔係咁好我哋睇個呢個係 L 公司即係之前嗰個光通訊美股噶嘛。咁其實佢嘅上升通道已經俾跌穿咗嘅，同頭先嗰個麥威爾科技係相反嘅，佢係跌咗穿嘅，有少少。所以暫時嚟講，唔係所有光通訊公司都可以關注嘅。呢個係 A 公司 A 開頭嘅，咁其實佢嘅技術形態都唔係咁好嘅。調整雖然講尋晚係一棍大陽燭嘛，咁其實我係保守啲，等佢調到黃金分割線下面嘅嗰條支撐線先，因為呢個密集啲嘛，呢透露嘅人比較多啲嘛，所以講要睇下呢個支撐嘛，睇下呢個支撐。咁港股呢？港股長某某長飛某某，其實佢都係跌穿咗個上升通道嘅。所以講港股光纖部分、光通訊部分，暫時嚟講先睇住先做好預案先咯。係首先考慮最大嗰間公司嘛，麥威爾，我睇過到時點上倉位咯，點上倉位。係所以講就係咁嘅。所以講倉位部分係美股關注咗軟件公司。咁可能會關注光通訊龍頭因為呢個又係英偉達投資嘅，黃仁勳又講佢係下一個1萬億嗰個市值嘅公司，因為依家係英偉達係1萬億嘛，只不過呢種預測比較遠咯，比較遠啲。咁港股部分呢，最近我係關注咗超賣嘅。嗰個 PC 傳統 PC 公司，咁仲有嗰個美字開頭嘅P2 嗰個公司，嗰個公司喺低位上嚟，咁其實都有空間嘅，因為依家係嗰個風向係咁咁睇過休整咗一日之後，可唔可以有加倉嘅機會呢？都可以嘅，都可以考慮下。仲有嗰個大型科網股依家個勢好強，咁其實唔同之前嘅，之前係呃人反彈之後就係呃人嘛，行情嘛，咁呢次可能會持續性會強啲，暫時先關注先，關注或者少少倉位，入少少倉位，暫時嚟睇，到時再睇調整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咯。好嘅，今日就到呢度咯。拜拜。